去請楊老師同我哋上固態電池。土雞不成宴，好土雞選溫氏。溫氏食品，中國國家羽毛球隊官方供應商，中華土雞養殖43年。溫氏好土雞，京東小象超市、普普超市、錢大媽、叮咚買菜有售。溫氏食品。正點報時係由溫氏食品特約播出。北京時間19點正，我係胡丹，報時廣東經濟珠江經濟台。心中有愛，眼裏有光，伴在你身邊的珠江，關注民生，聚焦經濟，融合灣區有擔當，一起見證智慧廣播。在大氣之中透精彩，放眼世界，凝聚四海，經濟第一台。快遞。今日下晝，廣東省第14屆人民代表